回到4989好事假日风音乐，我是小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这位歌手，我想大家对他的感觉都是不一样了，不只是新专辑的造型哦，还有整个音乐风格都跟以前呢有很大的突破。我们先一起来欢迎黄文星。Hello， 主持人小嗨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文星。前一阵子黄文星呢都在忙着演戏哦，终于隔了4年的时间，再次发行全新的专辑《无界》，而且呢是一张国台语专辑哦。是。那我们都知道啊，你的第一张专辑《天地》就让你拿下了金曲歌王。我想不只是粉丝，外界呢都很期待你的音乐作品哦。但是像这样子的期待，会不会也对你造成了一些压力呢？其实反而我不会觉得有压力啊，我只怕说，歌迷们他们想要听的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歌？因为现在的流行音乐太多了，那我只怕说我端出来的菜大家不喜欢而已，并不会有压力说我没有办法去做到任何的哪一项改变，或就可能做到这样的改变就没有办法想不出什么可以改了。我倒是不怕，因为这几年期间，自从我记得我发天地是2010年的应该是7月吧，到现在也4-5年之久了。那这一张呢，我可以很满意的说，我们真的跟唱片公司花费了很多的心力，是很用心的去做这张唱片给观众、给听众朋友们、给我的歌迷朋友们。应该是说每首都是主打歌啦。对。最重要也是要让大家听到文星他其实在这几年当中也有吸收了非常多的音乐。就比如说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只听情歌。你说叫我听舞曲，我听不下去，我会觉得这个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我不懂。可是我这几年我就发觉，你要做一个音乐工作者，我觉得还是要吸收一些资讯，甚至让自己去接受这个音乐的东西。这几年不断一直在吸收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黄文星出道以来一直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比如说第一首 EP 是国语歌，是，那后来又出了台语的专辑，对，不只是音乐上，那大家在荧光幕上面看到的你，比如说偶像剧、是乡土剧，是，或者是电影，就是一直都有很多种不同面貌的你。那这一张专辑当中，就是也有很多你的第一次，对你来说就是也有很多尝试新的东西嘛，没错。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还是你原本就一直很想要做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挑战。那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也想要尝试这样的歌曲，也想要让这些歌变成以后大家对黄文星的既定印象，不再是只有单纯的情歌，而是说，黄文星也可以像舞曲《Radio》这里面的这首舞曲，我也可以办到。那像另类，文星来唱来演绎的时候，他也可以唱出他属于他自己的感觉，还有整个跟歌的也是很 match， 不会很突兀，很让人家觉得说，你用的这个唱法去唱，好像似乎不怎么合，还甚至会觉得说你不适合走这个路线这样。那其实这一张我也想要证明说，我真的在这几年期间我有进步。在不管是音乐资讯上面的吸收上面，或者是演绎歌曲上面，都其实是有不断的在自我提升这样。是，那我们就先来听黄文星的这一首作品《另类》。回到4989好事假日风音乐，我是小嗨，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还有黄文星 ，Hello， 大家好。是，刚才呢听到的是黄文星，还是想着你这一首歌，现在在各个排行榜当中都有很好的成绩。是，但听说这首歌也是你录最久的一首歌哦。说到这首歌，我真的是汗颜了，是泪跟汗都分不清楚了。其实这首歌应该是说我会喜欢去唱的歌啦。如果这首歌不是我的歌的话，我也会在 KTV 点播了，因为这种风格、这种路线就是我本人自己很喜欢的。对。那再回到主题来说，这首歌为什么录8个小时？正常来讲应该是会没什么问题，可是对啊，你这么爱，对，这不是你拿手，应该会驾轻就熟的感觉啊。我只能说那个录音老师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去录制这一首歌。其实唱到中间的时候，我有一度在质疑说，我真的里面还有那种2个字啊，我大概 repeat 了应该差不多应该50几次左右，来再来，来再来，来再来，再来再来，一直录一路，你知道那种会疲乏，会觉得干嘛一直执着在这2个字？
但是后来出来的作品，其实我很满意，很感谢这位老师，非常的有那种执着的精神、坚持的精神。我觉得老师这样做是对的。我觉得会不会老师就是知道这是你的拿手路线，所以老师在弄我就对了。他想要让你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对，后来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我总归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想着你这首作品出来是让大家真的是为之惊艳的歌。对，所以成果反正是让大家非常喜欢的。8个小时算了啦，好不好？算了，就让它过了。对，下面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小孩非常喜欢的作品，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Radio》，带点电器跟电子的舞曲哦，还蛮动感的。是不是你第一次尝试这种曲风呢？是我先说，我为什么会去尝试这首歌？那除了自我突破之外，是因为这几年我也常在听一些，不管是西洋歌曲也好，东洋歌曲也好，甚至因为常听的是听韩国歌曲，因为近几年韩国歌曲，我们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厉害，不管是编曲、词曲，甚至演唱者，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很满、很精雕细琢的。这几年有喜欢一个团体，就是韩国的天团 BigBang， 然后久而久之，我接受了之后，我就也喜欢上了。所以在这次专辑里面，我就跟公司讨论。那其实那时候专辑已经快结案了，你知道吗？所以是后面才录，都后面才找到这对 Radio， 然后就说一直等不到，可后来真的有等到，皇天不负苦心人，让我们真的等到这首 Radio， 然后这首不错，那请老师再加以改编。那于是我就很开心就去录这，其实录这首我也很开心呐，但是不免也是要录4-5个小时，就是有让你美梦成真的感觉吧。是这一张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啊，还没有完全说想要表达出我还有想要表达的歌。就我觉得一步一步慢慢来，要先让我的一些慢慢习惯，对我一些之前的粉丝不要觉得怎么会突然对他怎么了？对，被雷打到。如果是新同学的话，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不错哦。对。可是如果是一些比较老同学的话，他觉得怎么突然是被鬼打到，是不是？这怎么会变成这？会太大。所以这一张专辑里面会有一些台语歌曲，也是这个由来，就是希望把这个感觉调到一个中间值，让大家是可以接受，都就觉得好听。这张专辑有 K 歌，有动感，是。有深情的，对，通通都有，也有文青的，对，文青一点。自己说。好了，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是资讯想要让粉丝知道的？现在在走这个唱片的宣传期，那宣传归宣传，还是会有一些公开的活动表演。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到现场看我的话，那可以去关注我的粉丝团，我的 Facebook 去按个赞。好，我们最后就来听黄文欣的这一首 Radio， 也谢谢黄文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谢谢小孩，谢谢大家，谢谢。